六千十八，第4课。达瓦唐格了吗？月亮与星星。达瓦尼怎拎雷冲瓦人？月亮比我们的世界小。昂翠达瓦千摩罗通基月，我们在夜晚时看见月亮。达威多尼格尔波影，月亮的颜色是白色。达威伊尼顿波影，月亮的形状是圆形。达威维尼尼妹维雷琼，月亮的光比太阳的光微弱。达威怎拎了古鲁瓦切基月，月亮围绕着我们的世界而转。达瓦尼西威让星影，月亮是清凉的本质。达瓦拉蒂纳米拉佩基月，凝望月亮的话，对眼睛有益。昂翠达威恰切切丘纳措通基月，我们能看见各种大小比例的月亮。切君阿拉达威恰谢恰仓通图，15日时能看见完整的月亮。南冈拉达瓦恰仓通米图，30晦日时则完全看不到月亮。切君耶达瓦亚冈影，15日的月亮是满月。切就住内达瓦人被直勾处地，从16日起，月亮开始逐渐亏减。南冈宁恰仓只基月，30晦日时则完全隐蔽。格尔马尼千摩罗通突基月，星星在夜晚时能看得见。格雷宁摩罗扬通突，有时在白天也能看见。南卡拉格尔玛芒波月，天空里有很多星星。格尔玛拉南克美多江西尔，星星也称为天空的花朵。格尔玛听错，维基恐怖匆匆吸引。那些星星是一些微弱的光团。参人昂翠南克拉格尔玛主瓦通基月。偶尔我们还会看见星星在天空中运行。提拉格尔达西尔，其称之为流星。参瑞格尔玛金杯之基月，偶尔星星会被云朵遮蔽。格尔玛卡谢尼怎拎堂尼么雷切瓦月，有些星星其实比我们的世界与太阳还要大。
格尔玛塔仁波约藏，冲冲马斗，通米兔巴影。但因为星星距离遥远，所以除了渺小之外，其他都看不见。解决几种称替换练习。卡瑞尼卡瑞雷冲瓦瑞，什么比什么小？达瓦尼怎拎雷冲瓦瑞？月亮比我们的世界小。塞口拉尼尼玛雷冲瓦瑞？地球比太阳小。乍尼新东雷冲瓦瑞？草比树木小。错尼减错雷冲瓦瑞？湖比大海小。吉吉尼浪千雷冲瓦瑞？老鼠比大象小。姆扎尼南珠雷冲瓦瑞？汽车比飞机小。卡瑞伊多尼卡瑞影？什么的颜色是什么？达威多尼格勒波影？月亮的颜色是白色。尼梅多尼斯日多影？太阳的颜色是金色。纽居多尼讲库影？苗芽的颜色是绿色。盐吹多尼微波影？大海的颜色是蓝色。凯瑞伊伊尼凯瑞影？什么的形状是什么？达威印尼敦波影？月亮的形状是圆形。康贝印尼楚西影？房子的形状是方形。纽圭印尼仁波影？笔的形状是长形。日威印尼苏鲁松玛影？山的形状是三角形。素以卡瑞拉咕噜瓦切基月？谁围绕着什么而转？达威怎么拎了咕噜瓦切基月？月亮围绕着我们的世界而转。塞口雷尼玛了咕噜瓦切基月？地球围绕着太阳而转。切马勒基梅多拉咕噜瓦切基月？蝴蝶围绕着花朵而转。普琼基普莫拉咕噜瓦切基月？男孩围绕着女孩而转。罗马翠拉玛拉咕噜瓦切基月？弟子们围绕着上师而转。女梦给图松拉咕噜瓦切基月？烦恼围绕着三毒而转。卡杰拉卡杰芒波月？什么理由很多什么？南卡拉格勒玛芒波月？天空里有很多星星。
咸错啦娘忙波月，大海里有很多鱼。培拉亚忙波月，西藏有很多牦牛。林嘎拉美动忙波月，公园里有很多花朵。贡巴拉查巴忙波月，寺院里有很多僧人。Kiranki 三区啦，努区忙波月，你的想法里有很多错误。七色了，生词。打蛙，月亮。哥了吗？星星。怎么拎？南瞻部洲，世界。冲冲，冲瓦。小的，较小。千摸，夜晚。通，看见。dok，颜色。格勒波，白色。ip，形状。盾波，圆形、球形。尾丝了，光芒。咕噜哇茄，咕噜拉茄，围绕、环绕。西鲁哇，清凉。壤心，本质、自信。对吧，大瓦。看，凝视。mik，眼睛。pen，帮助、利益。掐切，比例。切冲，大小。纳错克，各种。切军啊，切中啊。15日。掐线，部分。掐仓，完整、完全。南冈，30日，会日。鸟冈，满月。切朱竹，16日。忍波，次序。jeep，隐蔽、窥检。go took，开始。急谁？有时候。柠檬，白天。南卡，天空。芒波，许多、多的。medok，花朵。sir，称为、叫做。恐怖，团状、微距。参人，偶尔。卓瓦，运行、行走。
疙瘩，流星陨石。金波，云。Jeep， 遮蔽、障蔽。卡谢，有些、一些。千波，切瓦，大的、较大。踏景波，距离遥远。长，所以。Madok， 除了，除非。Mitup， 不能。Serbo， 明亮的，清楚的。